日嘅陣容、各團體嘅領袖同埋隊伍嘅包容同埋忍耐，令到整個嘅活動都能夠順利進行。大家嘅參與同埋付出，充分發揮到武術界嘅團結同優點。大家睇下，100人嘅集體鄭式太極拳係本會歷年嘅活動標誌，尤其係喺武林群英會光明，亦都係表明咗本會人才濟濟嘅見證。7月14日，健康快車武林群英會光明由左至右有孫俊輝、陳百佳、林宇超同埋羅維忠會長嘅。學會嘅鄭式太極槍動作雖然係少，但係睇下陳百佳師傅英姿凛凛，哇！佢將呢一套槍嘅精髓表露無遺。正所謂巾幗不讓鬚眉，哇！武器把刀絕對有刀嘅剛勁，亦有太極柔和同埋內涵。一班學員勤於練習，傳得陳順群師傅嘅真傳。羅維忠會長與眾學員合照，以之鼓勵。鄭家81式太極刀喺香港太極界可算係最具欣賞同埋表達靈活性嘅刀法之一，好多學員都得到梁日初先師嘅真傳。學員嘅愛心同埋積極嘅參與，盡顯施比受更有福。健康快車對國內有需要伸出關懷的手嘅呼喚，我們係認同嘅、支持嘅。本會亦能夠驕傲地咁向外宣揚，喺過往嘅10年之中，捐助嘅款項每年都名列前茅，喺舊年亦都一樣獲得金獎。喺慶功宴上，當然唔好忘記幕後默默支持嘅領導啦，影翻張大合照，作為本會對佢哋嘅敬意。除太極界外，羅維忠會長同歐麗晶師傅亦參加國術界嘅盛宴。今次同徐一傑兩兄弟同鄭志權喺香港南北國術協會10週年嘅會慶上合照。新晉區議員譚兆卓經過幾年嘅鍛煉，已經能夠獨當一面，為彩福村嘅居民謀福利。當日新辦事處開幕，到賀嘅包括有立法局黃國健議員、本會羅維忠會長同埋陳順群、黃秀堅兩位副會長。林婉華師傅喺香港太極界朋友眾多，人緣又好，永遠都帶住笑容嘅。佢嘅學會轉眼間亦都到咗9個年頭啦。本會羅維忠會長同埋執委黃鴻山梗係要出席到賀啦，要影翻張相先。澳門李文恩師傅係最支持本會嘅前輩之一，佢領導嘅紅徑體育會同陳式太極拳健身會每年嘅會慶，羅維忠會長梗係出席啦。8月3日，香港成風太極學會會慶，影翻張大合照先。雖然當日嘅會慶呢係喺新界好遠嘅天水圍，但係呢鄭志權師傅交遊廣闊，得到深圳市木蘭拳培訓總會木蘭拳第2代傳人余小平老師同埋本會羅維忠會長黃少瓊主席、港島區執委陳續輝、葉海燕、林慧、廖新梅同埋會員何榮慶前來到賀，影翻張相先。哇！原來我哋啲同學仔呢，放低咗刀、槍、劍、棍之外呢，有好多都臥虎藏龍，有一啲呢唱粵曲啦、唱時代曲啦、跳舞啦，咁多臥虎藏龍嘅喎。嗱，你睇下，你睇嗰個伴舞，哇！你睇下幾投入，大家不如一齊跳下舞呢。喺一片歡樂嘅歌聲中，各班組嘅師傅同助教一齊咁向大家歡呼，一齊咁向大家呼喚。學會嘅成就係咩呢？就係勝利雙手創啊！